既然我们台湾本土的感染的数量还是相当少，大部分还是境外移入，所以其实在现阶段，你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境外只要一入境台湾，全部集中检疫。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台湾因为是这样的，我也不是中央的指挥官，你知道不能代替他去做决定嘛其实这样的既然我们台湾本土的感染的数量还是相当少，大部分还是境外移入。所以其实，在现阶段，你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境外只要一入境台湾，全部集中检疫，确保它14天没有问题再放出来。如果那个边界性隔离的效果很好的话，坦白讲在目前本土 case 这么少的状态下，我们整个隔离措施是可以降温的。但是这样的这是地球村，你知道除非台湾采取非常严格的边境管制。不然我们永远就会在危险当中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台湾是不是疫情完全过去从现在开始算起嘛，今天是15号，15号，15到20当中我们要看5天了，因为在上一波那个清明连假到底有没有造成破口，现在不知道，所以未来5天再看一遍。如果在未来5天当中，你知道台湾的本土的 case 还是很少那大概就是我们第3波的这个攻击就渡过去了，就是那个清明连假破口就过去了。如果确定是这样其实应该要怎么做？你看，境外进来的全部集中检疫，没有问题才放出去。这样的话，如果在本土的 case 已经很少了，那境外完全有效阻绝。其实在台湾本岛内的防疫措施就可以降温了，不用那么严格了。但是这样的只要全世界没有解决，我们那个边境管制就不能解除了，就是一定要境外进来全部要隔离14天的。所以这地球村你知道，其他国家没有解决，台湾的这个防疫措施还是要做因应。你要么就是有效的边境阻绝，要么就是国内呢要能够有效的这个防止散播，这两个战略。其实我们这个预算我们有在准备金7亿其实这个预算的执行力很难估计，因为我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框列预算，所以比方说到现在为止，疫情会拖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当时会框，比方说防疫旅馆要多少钱，所以坦白讲预算是先框的，但是实际的执行因为疫情很不确定，所以执行力会有问题。不过我今天早上也在跟那个主计处处长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预算先编在那里，反正实报实销嘛，所以我们又不是把钱污掉，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在2个月前在做预算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个疫情会拖多久其实到现在你问我说疫情会拖多久，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预算只能先框在那里，那随着需要再去变动。